由永康东桥社区管委联合会甲烈康桥商圈发展协会共同主办，小小孩不给糖就捣蛋的万圣节活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。这场被社区称作上有温度的活动，唔仅是囡仔年度上期待的胜事，而且活动嘛一档比一档盛大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议员林冠伟甲烈黄兆辉嘛拢整班来出席。万圣节游行是我们东桥每年固定在这个地方的活动。那市长也肯定我们的表现哈，希望明年可以变成我们整个市集，变成台南市的万圣节亲子游行这样子。那最主要是结合这个社区啦哈，我想东桥社区是我们台南市都市更新之后很示范的一个社区，因为未来大楼林立的状况会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越来越多。那怎么结合跟联合会、跟在地民众还有在地商家的一个配合哈，我想是我们商圈的一个重点。那今年希望活动顺利成功，然后大家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。这一次以我们的亲子万圣节来游行，以这样的为目标为主轴哈。那我们这次我们在旁边有看到我们许多我们的最大的南瓜哈，我们搞怪南瓜，我们在我们总图的后方哈，那非常非常漂亮。从昨天我们灯光一打了以后，就非常非常多遛着狗遛着猫哈，那来这边运动散步的小朋友或是大人们哈，来这边跟我们的大南瓜来拍照。那我们前面这边哈有很多我们的市集以及商家，那我们还有一些气店，我们现在最夯的我们一些小朋友的气店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2天1夜非常愉快我们的周末夜晚哈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2025台南永康小小孩不给糖就捣蛋的这个非常好的嘉年华会。现场人山人海，超过10万人在那边很开心所以很开心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还有很多摊位在那边，所以非常感谢康桥社区发展协会的各位理监事委佑理事长，还有各位好朋友，所以说欢迎大家度过一个快快乐乐的下午，快快乐乐的周末，快快乐乐的假期，祝福大家。现场除了结合社区团体有学校的舞蹈、仪队表演。另外，还有庙宇的电音三太子，吸引不少的大小朋友的眼光。除了学校社团的艺文表演，今年还阁请来3只大型的人偶，有黑熊、无尾熊，甲着白吉熊。莫看因身材慢蹲，表演起来也是趣味十足。小朋友们一起跳起来！继续给热烈掌声！离小朋友上喜的角色扮演的彩鸡活动，最后嘛，伫个市场甲着所有的贵宾，鸣笛的声中慢慢来展开，超过上千的民众，将整个总图书馆的路面来包围，场面壮观。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。